感谢讲师慈悲，天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感谢讲师慈悲。请点个慈悲，天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点个是好，点个是好。请坐下。时间咧过吼，真紧啦吼，咱今日去体育班咧，嘛将近咧结束。那当然，无法咧，伫遮咧甲大家报告。因为咱福建人今仔日咧去合成，因为合成体育班，因为蔡经理咧，伊去槟城，所以有伫个所以请咱福建人慈悲去遐咧甲因主办，以咱曾经理嘛拄好交前经理咧，拄好去泰国，伫遮咧甲咱做报告。今仔日咧，咱王讲师慈悲甲咱讲，得古必有灵啦。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强调咧，无非嘛是德。咱讲做德会当应儿孙嘛，做做就会对子孙。所以讲自古至今咧，咱所要去强调，伫咱人生来讲起来，德个重要。伫咱要结婚的时阵，那两方面，第一，拢会去注意啥？查甫要嫁予查某的，查某要嫁予查甫的，拢爱去强调的，尤其是较早。较早无迄个恋爱的啦，迄是后来当有恋爱嘛。较早拢嘛是爱经过媒人介绍。介绍的时阵，有可能拢毋捌啊。毋捌要安怎？当然强调就是讲爱探听，看对方伊的组织好来歹，敢是安尼？当然组织若好。咱就较安心啦，比像现时代无共款的，男女恋爱、恋爱，伫这段时间应该就会互相去了解着对方，伊好甲毋好，到底会当来成为了着这个惯性。当然，伫这段时间呢，大家慢慢相处的时阵。就会当去了解，伫较早咧，无就是拢爱探听，看即个组织好来歹，安尼，所以讲即个德够重要。有